处理大粒性结石，过去传统的做法是尽量将结石拍碎，事后搁请患者多多啉水，慢慢排出结石。排出的时间少是1礼拜，这则是需要2-3个月时间，才会当将结石排互清气。不过现在泌尿科有了一项新的武器，可弯吸石鞘，会当伫手术进行的同时，就当将结石清除清气。以前的导管鞘它大概最前端这里都还是硬的，它没有办法转弯，所以那我们的打完那些石头以后啊，就算我们要吸也不见得吸得出来，因为距离碎石太远了。那现在我们有出这一种可以转弯的，它可以顺着我们的软式输尿管径转弯，所以它才可以跟着我的软径一起进到肾脏里面，进到它的那个结石的旁边我一面打，然后一面把它吸出来，那把它吸干净，然后甚至我最后就可以把那些碎石全部都把它吸干净，这样子我们就有机会一次把石头全部都吸干净。根据研究报告显示，可弯吸石鞘手术不但术中出血量较少，术后嘛无空喙照护问题，恢复期嘛较紧等优点。不过这项手术并无健保给付，需要自费负担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